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呢個問題其實我諗咗好耐，點解呢？而家嘅70歲同30年前嘅70歲好似完全唔同咁樣。你諗下啦，我細個嗰陣一聽到老呢個字，個畫面即刻出嚟，就係坐喺公園張長凳度，唔會出聲，行路要睇住慢慢咁行，就好似得返自己一個人，慢慢被世界遺忘咁。老實講，嗰陣我覺得老就會係咁，但而家呢，我見到70歲嘅人去行山，仲行得快過我，有人退休之後仲可以再去創業，仲有啲玩 TikTok 玩得仲叻過我要問翻佢哋轉頭。咁我就諗啦，喂，發生咩事啊？第一個答案其實都幾打擊我，原來30年前人唔係因為老而死，係因為病發現得太遲，高血壓見冇痛就由得佢，膽固醇高不過冇感覺就照食，糖尿病慢慢嚟啦，反正都未痛。嗰陣時62歲心臟病發，唔係提醒係延長，但而家唔同啦，而家心臟病發有時反而係一句喂，你要改啦，唔係因為人突然進化，係因為醫生終於早啲發現，喺身體未嗌救命之前已經有人聽到，於是我先明白，原來我哋唔係老得慢咗，而係冇再等到最後一刻先知道出事。